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路加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和合本圣经第87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罗马福音第7章第1节。耶稣讲互百姓听的话，拢明白。就入加别农，有一个伯总对中的萝卜患得病，得要死。伯总听见耶稣的事，就找犹太的长老几个人，求伊救伊的萝卜。因就问耶稣，切求伊讲，这人袂堪得你甲伊行这个代志。因为伊疼咱的百姓，佮本身替咱去开肠。耶稣甲因去，离厝无偌远。伯总找几个朋友就问伊，甲伊讲：主啊，毋通劳烦你到我的厝，我转袂起。我也掠做家己袂堪得就问你。你若讲一句，我的萝卜就会好，因为我也是互人管的，也有兵互我管。甲即个讲去，伊就去；甲迄个讲来，伊就来。甲我的萝卜讲行安尼，伊就行安尼。耶稣听见这个话，就奇怪伊，活转身甲缀伊的证人讲。我甲恁讲，亲像即号的信，连伊即个中也袂捌拄着。所找的人倒去到厝，看见萝卜已经好啊，以上。这是咱要请双年大学的总校的英语校长高准的牧师来讲道。题目是第章的题材，请谢宗义长老来翻译。敬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圣诞恭喜！圣诞恭喜！今仔是纪念主耶稣圣诞的日子。今天是纪念主耶稣圣诞的日子。全世界基督徒都是用欢喜的心、感谢的心在纪念主耶稣的圣诞。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是用感谢的心、高兴的心情来纪念耶稣的诞生。毋愿咱每一个人欢喜领受主耶稣入伫咱的心内。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用高兴的心情来迎接主耶稣进入到我们心里。互咱会当亲像主耶稣疼咱一半样来疼众人。就像主耶稣爱我们一样，能够来爱众人。拄则所睇的圣经是安尼讲。刚才的经节这么说。主耶稣甲伊的学生进入一个乡下，叫做加别农。主耶稣跟他的学生进入加百农这个乡村。伫迄个所在有几若位犹太人的长老来亲近主耶稣。在那里有几位犹太人长老来亲近主耶稣。这个长老甲主耶稣讲，这些长老说，主耶稣有一个罗马帝国的军人，伊的萝卜破病。有位罗马的百夫长的仆人生病了。迄个破病真严重，毋万你会当去因兜，甲伊医治恢好去。生病很严重，希望耶稣能够到他家里去医治他。因为这罗马的迄个军官，伊是真疼犹太人。因为这个罗马军官非常疼爱犹太人。也为着犹太人起真水的这个会堂，也为了犹太人来建造很漂亮的会堂，或者犹太人会当对心内真心真意真力真善，听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可以让犹太人从心里尽心尽意尽性来认识以及疼爱我们的主。这个罗马的军官真值得你替伊的萝卜甲
来医治。这位罗马军官很值得耶稣你替他的仆人来医治。主耶稣听了，随时甲因讲。耶稣马上回应说：“讲好，咱来引导来医治这个罗伯。好，我们马上去到他家里医治他的仆人。因大家做伙行，特别到迄个军人的厝的时阵，他们一起前往接近军人的屋仔时，迄个军人有找伊的朋友来亲近主耶稣。那位军官差他的朋友亲近主耶稣，甲主耶稣讲。”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袂抗得你来到伫我的厝。我不配你来到我家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真神的独生子。你是创造宇宙真神的独一。我是一个真卑微的罗马的军官。我是很卑微的一个罗马军官。伊的意思是真谦卑，是一款的意思。他的意思是非常谦卑的意思。伊个对主耶稣讲。对主耶稣说：“讲我做一个军官，伫顶面有我的上司。我当一个军官，我上面有我的上司。伫我的下面有我的部下。在底下有我的部属。我甲我的部下讲来，伊就来。我跟我的部属说来，他就来。我甲我的部下讲去，伊就去。跟他讲去，他就去。所以你。”要来到伫我的厝，我袂抗拒。所以我不配让你来到我的家里。你只有讲一句话，我的萝卜一定迄个破病就会当好去。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生病的仆人就一定会好。这是真大的信仰。这个是非常大的信心。唔盼咱每一个人拢有亲像一款的真好的信仰。盼望我们每一位都有同样的这么大的信心。所以主耶稣讲，主耶稣说，讲你的信仰真大真深，你的信仰非常大非常深。连犹太人的内面，这款这么坚强的信仰也真少。就连犹太人里面也很少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主耶稣甲伊的学生就离开迄个所在。所以主耶稣跟他的学生就离开那个地方。而且迄个军官的朋友转去，这些军官的朋友回去，到伫这个军官的厝，到达军官的家里的时候，看到迄个破病真伤重的罗伯已经好去了。看见那位病重的仆人已经痊愈了。伫这咱会当学习几若项的教示。在这边我们可以学习到几点。头一项，第一项就是人生有真侪艰苦。人生有很多的苦难。亲像这个军官的迄个罗伯，忽然间破病，就好像这个军官的仆人忽然生重病一样。最近我得到一个消息，我所尊敬的一个医生，家己本身也是破病。最近我得到一个消息，我的一个很好的医生朋友，他自己也得到病痛。这个人生，国王也会破病。在这个人生当中，国王也会生病。大好野人也会拄着艰苦的代志。富裕的人也会遇到艰苦的事情。今仔日咱得庆祝圣诞，所以伫咱的中间有真侪人在流目屎、吐气、艰苦心。在我们庆祝耶稣诞生的时候，同样有许多人心里也困苦。最近有一个社会有地位的迄个负责人，最近有一位有社会地位的妇人去身体检查，做身体检查。遐医生甲伊讲，医生告诉他说，你有癌症，你得了癌症，就爱物理治疗。要物理治疗。物理治疗了后，检查你的头毛会落去。治疗之后，可能你的头发会掉光。检查迄中间，你会常常吐。或许你也常常会呕吐。会真艰苦。身体会很不舒服。总是毋茫通过这个艰苦了后，你会当得到医治。要通过这些的医治之后，你身体可以得痊愈。伫这个社会，毋是只有破病艰苦那件。在这个社会当中，不是只有生病痛苦而已。也有这个经济上的艰苦。也有经济上的困难。真侪人失业。很多人失业。今仔日的迄个食物也无够。今天的饮食也不一定够。今仔日这么寒的日子，因会穿的衫也无够。在这寒冷的天气当中，衣服也可能不够。
毋是只有在物质上的艰苦那点，不仅仅这些物质上面的欠缺而已，有的人心内也无平安，有人心里也没有平安，受人误解、批评、攻击，受人误解、批评、攻击，直到心内真艰苦。以至于心里很痛苦。有的人伫这个地面就有地位、有钱财，有些人在社会上有地位、有钱财，总是家庭的内面，夫妇之间也无法度通和平相处。不过在家庭里面也许也不和谐，听儿孙也无要听老爸老母，还是阿公阿妈的话。子女也不一定要听长辈的话。所住的厝是真豪华，所住的厝是非常豪华，总是伫迄个厝内无平安。但是在家庭里面没有平安。所以咱知影，这个圣经教示咱，这个世间咱有真侪款的艰苦。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在这世上有很多的痛苦。总是主耶稣出世迄日，天使有来报佳音。不过在耶稣诞生那日，天使来跟这世上报佳音。天使天君伫遐大声吟诗。天使天君大声的吟唱。伫天顶极悬的所在，荣光归于上帝。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伫地上和平归于全人类。在地上和平归于全人类。是咱对这个圣经的内面也学习。是的，我们对从圣经里面也学习到。咱若是信靠主耶稣，咱会当对主得到快乐，赢过人生的艰苦悲哀。我们从这个圣经话语里面来学习到，能够克服生活中的痛苦。以前伫迄个台北马偕病院有一个医生，以前在台北马偕医院有一位医师，叫做 Dr. Nodolf， 称为罗惠夫。罗惠夫这个医生真有信仰，他非常有信仰，真有疼心，非常有爱心。亲像主耶稣安尼疼惜这散车的人、破病的人、残障的人一半样。就好像主耶稣疼爱这些贫穷人，有身体有不健康的人。这个罗惠夫博士，伊是伫国际上真出名的整形外科的医生。这位罗惠夫医师，他是国际很有名的整形的外科医师，做过这个马偕病院院长，当过马偕医院的院长，做过长庚医院的院长，当过长庚医院的院长。伫台湾40年久，常医治真侪破病人。在台湾40年之久，医治很多病人。哎呀，真疼惜这散车的人，也非常照顾贫穷的人。伊确实就是对主耶稣的脚步。他确实跟随了主耶稣的脚步。伊的目标就是要成做地上的天使。他的目标就是成为地上的天使。所以，伊常常受邀请到伫迄个国际会议来发表，伊安怎样甲人展现迄个技术、迄个成全。他常常受邀在国际的会议上面来分享他如何来医治病人。伊是全世界真出名的整形外科医生，总是伊真谦卑。他虽然是世界有名的整形外科医师，但是他非常谦卑。每一摆要甲人开刀以前，伊拢招这医生、护士、病人做伙祈祷。在每一次手术之前，他都邀请参与的医师、护士以及病患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甲阮三角地地。耶稣求你与我们在一起。我会尽我的本分，好好来手术。我会尽我的本分来手术。总是人是有限、软弱，人是有限、是软弱的。恳求你将你的智慧、你的能力赏赐我。恳求你将你的智慧、能力赏赐给我。我甲我的团队会当照主你的智慧，照主你的疼心来医治这破病人。
使我们的团队有智慧与爱心来医治这个病患。后来，伊就用这疼心、医学、医术来伫遐手术。之后，他又用着这个他的医术以及他的爱心来执行手术。所以，伊互真侪人感觉伊是地上的天使。所以他让很多人来理解到他是地上的天使。今仔日咱同时也要举行在上联大学的毕业典礼。我们今天也同时举行松林大学的毕业典礼。因有的人受过4年、10年、10几年的这教育，有人曾经接受4年或者是甚至10年以上的教育。因有真侪这智慧、这经验，有非常多的智慧与经验。我真希望这毕业生会当继续搁倒转来上联大学充实家己。盼望这些毕业生能够继续回来到松林大学去充实自我。活到老，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对着安尼，将咱的迄个疼心，通过咱的智慧来造福这艰苦人。因着这样，透过我们的智慧、爱心来造福更多的贫穷人。咱无读迄个上联大学的人，要上帝互咱的迄个智慧才能。没有读松林大学的会友，同样有上帝所赏赐的智慧与才能。有的人读高中、大学，变成做硕士，变成做博士。有些人读高中、大学、博士。每一个人都有上帝互咱的智慧才能。每一位都有上帝所赏赐的智慧与才能。唔盼咱每一个人会当实实在在，成做地上的天使。来照顾咱四周围的这艰苦人，盼望每一位都能够成为地上的天使，来照顾我们周遭的同胞。那是安尼，主耶稣会疼咱，会通过咱，到伫咱四周围的艰苦人的顶面。这样子，上帝的爱就会透过我们来照顾到我们身旁周遭的痛苦的人。互咱的家庭变成做美满幸福的家庭，让我们家庭成为美满幸福的家庭。互咱的社区变成做美满幸福的社区，也让我们的社区成为美满幸福的社区。互咱的国家也会当变成做美满幸福、公正、公义的一个国家。也让我们国家成为美满幸福、公正与公义的国家。对着安尼，全世界也会当变成做一个和平、公义的一个世界。也因此，这样能够扩展到全世界，成为一个和平、公义的世界。愿主祝福咱每一个人成做地上的天使。愿主祝福每一位都成为地上的天使。三个来祈祷，一起祷告。听阮的主耶稣，多谢你，互阮伫这么水的圣诞节，会当甲阮的兄弟姊妹三甲组织伫这个所在。求你祝福阮在座的每一个人，互阮在座的每一个人也会当造福伫阮的四周围，得流目屎，得土气，得艰苦的阮的乡亲。望台湾会当变成做充满正义、仁爱、和平的一个国家，来造福人类，来互世界永远会当成做主你所祝福、主你所欢喜、充满正义、仁爱、和平的世界。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